在后礼拜六就是元宵节，伫个平溪的天顶节甲台北灯节，昨暗拢已经开幕。今年上特别的，就是平溪的天顶节，拢总有627个主灯。也那即个台北灯节，除了有3盏楼悬的主灯，全区嘛有123座花灯，对西门到北门全部拢光死死。这大大的好运拢来，对其他的小天顶豆豆飞去天顶。2024平溪天顶节伫平溪国中登场，这一摆有6个27个主灯，暂升放其中4个，分别代表台湾、世界良甲好。那4盏主灯代表的是台湾、世界融合，台湾、世界融合。这是2年来第一摆放4个这么大造型的天顶，啊，不过好亲像主灯伤过重，大飞起来就烧弄，才做一团火球倒起来，马上落伫活动中心后边。好佳在消防局伫边仔戒备，并将虚惊一场。做天顶经验50年的老师傅伫活动进程也讲，这摆制作是高难度。造价高是不要紧，最主要是高难度。这高难度，因为我们做这个跟做一般那个灯会那个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是要能飞的，而且要飞要稳定性要够。2024台北灯节昨暗也伫西门町点到主灯，3盏楼悬的主灯镶嵌光亮，用纯金属打造，两喙各会吐白烟170只。到台北市建设140周年，三大灯区为即马开始到3月初3，逐天下晡5点到暗时10点，全区点到。我们特别选在西区，也就是从西门町商圈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，其实沿路有非常多漂亮、精彩、丰富的灯饰。在网络讨论热度真悬的灯组，互网友质疑阴森森。蒋万安也特别到灯区提手机来翕，表示这个众神保庇良平安就是祈福，希望台北市好，大家平安健康。讲到歹水啊歹水，就有创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